这边店。啊，这我们说两个网络都有问题。对啊，不知道怎么都不顺。拉过来跳一个，拉过来跳一个，拉过来跳一个。哎呦，这车的问题有点大，哎。
太恼火了，一会儿正常，一会儿不好好的。现在一整场，等会儿一看，哎，典型的网络，一点联通的典型，联通、电信都有问题。真的是。变好啊！看一下。还是1080呢？我把那个手机壳都取下来了，2
部都取下来了，两个都摔了，上面掉下来。它主要是网络不通畅嘛。要不我用安卓手机吗？安卓手机我不喜欢用的。要不我试一下，明天我把我的安卓带上。这个样子没有卡，哎，我都不看它了。卡都不得了，今天卡了几十次，一点都不顺。现在又好了，然后几分钟之后它又要卡，真的是。谁呀？谁让梦中情人？谁嘛？灯光不好，都乱了。又卡了，真的，哎，看到都气，好不看了，这就这样吧。现在网络就这个破样子。臭网络，看都不看它了，管它了，反正放手机也没用。跟那些只有两个，一个，只有一个灯，一个灯，这边都是用摄影的灯支撑的，那边有两个，他们于峰他们自己带来那个，讲解用一下。哇，有点刺眼啊，有点
这边一个，那个地方有一个，哦，没接路灯的那边，那个是路灯，是不是接的？那个是公共的那个，看嘛，上面那个，那边是市政的那个路灯，没有接那个单独接那个。我的灯泡也没电了，没充电。出来了。对我这个影响不大，因为我是大功率分1.2，跟白天一样。反正拍出来效果非常好。这个看起来在视频上，在屏幕上看起来感觉一晚上，明天制作出来感觉又不一样，这个效果非常清晰。有点黑啊，但是你方面看，还是有点感觉，应该感觉怎么说呢？还是很清晰的。哦，又卡了，哎呀！哎，不看它了，我看我的屏幕，我不看手机了，我只看我的相机屏幕。反正都要卡一下，哎，真的是。9号，扔狗，他打下去。又在卡，哎呦！这个是用了5斤的装备，这个是他那个灯，我以为是云峰的呢。
医生都跳了12年了。在兰州那边上大学的时候就跳，到现在应该12年多了。没看出来吧？穿黑衣服的，就这个。这个他跳12年，全是国中啊，跳国中。习惯就好，等一下哈，应该等个要卡1分钟，几十秒吧。我现在不看手机了，我在看手机，看摄影的那个相机的屏幕。这主要的事儿，这几个网络都有问题。说起来运气非常不错，这儿被灯牌了的，这边手一个甩1、3次，这边没得以前那么多了，都卡来。都应该还是在卡，我觉得。
橘子的笔中这就在大街，过的日子不能对，蓝色的别中学，我们像个天南走，我们像个天南走。这个我一直都跳了12年，这个配的，12年，他这个出大个的也不错。你们习惯一下就好，因为随时在要卡一下，真的是。我刚刚以为是看错了，我以为是中午的，然后一看是中正。我看因为我忘了，它衣服穿的颜色不一样，叫白色的。我那个灯泡在充电，等会儿才用。刚刚那两个灯泡也，我那也没电了。出来没看？什么地方？票没有投票的地方吗？那是聊天区，他们是发表的投票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没看。没有啊。马上要完了，这个坚持到最后啊。这个相机没电了，相机没电了。随手关注电量啊，看一堆的充电。哎，遇到这串了，这第一次看到这串。坚持一下，等一下
跳完了再吸。